而首先為大家介紹嘅咧就係區裏邊最有特色嘅建築物。咁唔知大家可唔可以估到係邊一座咧？冇錯啦！咁呢一座樓高47層嘅匯豐銀行大廈咧，裏邊真係有好多好得意同埋好特別嘅地方，所以我今日咧就專程同大家一齊去參觀啊！芝麻開門，芝麻開門！如果真係念下口訣啊，就可以開到鐵閘啊，唔錯啊！嗱，呢條鐵閘咧，其實係由電腦控制嘅。咁啊，當有颱風嘅時候咧，咁落咗鐵閘就可以起到防風嘅作用啦。而且呢部鐵閘啊，係喺每日朝頭早嘅7點鐘咧已經升起噶啦。要上銀行大堂咧，可以搭呢條自動電梯嘅，但而家似乎仲未開門啊嘛。嗱，呢一道電閘咧，作用就同普通嘅落地鐵閘一樣，咁不過設計咧可以話別具風格啊。而呢座重200噸嘅自動電梯啊，亦都係去銀行大廈嘅主要通道嚟嘅。而家睇情形，銀行啊開始營業噶啦。好，上去睇睇有咩得意嘢先。嗱，無論喺外貌同埋內裏嘅設計啊，匯豐銀行大廈咧都俾人一種太空堡壘嘅感覺嘅。相信你哋都同意我嘅講法啩？而家咧正係一日繁忙工作嘅開始，咁我哋都係唔好阻住佢哋做嘢啦。喺一個咁繁忙嘅商業機構裏邊咧，文件嘅輸送係好講求效率嘅，所以呢間銀行亦都設有文件嘅處理車。咁只要將文件啊放入文件處理車入邊咧，咁文件處理車咧就會按照指示去到所要到嘅地方嘅。嗱，呢啲文件處理車咧可以傳送文件到34層各個分站，而整個傳送系統咧最多可以容納400部文件處理車使用。而喺指示器上邊咧，仲可以好清楚咁睇到文件車傳送嘅路程添。咦，13樓好似有重大發現咁啊！原來喺大廈南邊外牆啊，係裝有一副陽光反射板嘅。咁佢作用咧就係用嚟反射啲陽光去到室內嘅弧形鏡片上邊，咁然後咧再照射落銀行大堂嘅。咁裝喺戶外嘅480塊鏡片咧，全部都係由電腦控制，而反射角度咧大約每半年移動22.5度，咁啊跟隨陽光傾斜度而自動調節嘅。不過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，所以我哋而家要再上高啲睇下。有冇試過企喺178米高空上面嘅滋味啊？原來幾好㗎喎。嗱，我而家咧就係企喺匯豐銀行大廈嘅天台嗰度。你哋估下我後邊呢座係咩嚟啊？呢個高級行政人員飯廳點解會水靜河飛呢？咁啊，梗係而家仲未係食飯嘅時間啦。不如帶大家欣賞下窗外嘅景色仲好。哇！喺咁高望落去啊，啲車咧簡直同玩具冇咩分別。哇！連大會堂都要積木咁咋？哇！都係唔好逗留咁耐啦，如果唔係錯過睇升旗儀式噶啦。哇！好彩趕得切啫。嗱，天馬南海軍基地呢度咧，每日都有升降旗嘅儀式嘅，咁啊象徵住一日工作嘅開始同埋完結。咁唔使問而家，當然係佢哋一日工作嘅開始咧。喺天馬南海軍基地入邊，最引人注目嘅，我諗都應該算係呢座威爾斯親王大廈。咁成個大廈就建造成一個漏斗咁嘅形。咁威爾斯親王大廈底部設計成為漏斗形，而四面有密封咧，主要嘅原因咧就係為咗保安嘅。咁樓高28層嘅威爾斯親王大廈入邊，除咗設有3軍司令辦公室之外咧，仲設有軍人宿舍同埋寫字樓嘅，而頂樓咧仲設有雷達嚟到收發電訊添。咁原來天馬艦咧係一艘喺19世紀喺英國製造嘅接待船。咁佢1897年就駐守香港，排水量係達到3650噸咁多。
咁後來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沉沒咗，咁為咗紀念呢一艘船咧，呢個海軍基地就命名為天馬啦。咁海軍基地裏邊咧，仲設有機械工程部咧，嚟到處理艦隻保養同埋維修嘅工作。好，等我觀察下有咩突發事情發生先。咦，唔通真係有事發生？哦，原來駐守喺天馬艦海軍基地嘅艦隊咧，平日咧主要任務係巡邏海面，同埋協助皇家香港警察隊咧嚟到阻截非法嘅入境者嘅。而且好多時都需要喺好惡劣嘅環境底下執行任務，咁所以工作可以話極其緊張，兼富有挑戰性。打條呔着啲西裝咁皮鞋玩啲嘢真唔似樣啊，所以唔好學我。不過有強健嘅體魄咧，對一個軍人嚟講係好重要嘅，所以佢哋一有時間咧就嚟到呢度 keep fit 嘅。咁呢度又設有室內、室外嘅運動場咧，亦都有陸上、水上嘅運動，簡直係任君選擇嘅。好啦，海軍基地咧就帶你哋遊覽完啦。想知道下次我會帶大家嚟睇咩嘢咧？密切留意我嘅行蹤。